永活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了，所以说我们谢谢你，
我们将今天聚会仰望在手中，主恩典充满在我们的敬拜当中。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刘兄弟大平安，平安。咱真欢喜，今日是主国外日子，主耶稣已经赢过死亡关系，为咱带来永恒的盼望。咱该用新的生命，用新的眼光来见证主的名。咱就唱这首的诗歌，耶稣用你的性命，原来敬拜。成做咱生命的主，成做咱的瓦克，今仔是咱的过活节，咱要领受主新的画面伫咱的生命中间，用新的画面、新的眼光来面对咱头前的道路一切的挑战。这是我邀请咱兄弟姊妹，为你、甲你的家族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伫你心中所成做一切的光来祈祷。互咱搁一个日子，互咱一生跟对主，一生来荣耀主。咱开声为着你，甲你的家庭献上你的感谢。主啊，双感谢到你，你的灵要充满伫阮的家庭中间。主啊，所有领受你的画面，你的祝福。主啊，所给出你的时常，你来充满伫阮的家庭。主啊，献上我的感谢。当阮敬拜你的时阵，你的灵要充满伫阮的心中。求你继续来保守阮的家族。主啊，将一切荣耀献上你。我们搁一个日子伫你面前，我们来跟对你。
我们要学习你，我求你改变我的生命，我一生成做你的见证，来荣耀主你的名。我来感谢基督，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诚实甲希望。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是主，主耶稣伊的权能嘛，要充满伫咱的教会来彰显。伊要透过教会来见证伊的快乐，透过教会来见证伊的疼痛。只是我邀请咱兄弟姊妹，同心为着咱所听福强教会的祈祷，让咱透过咱同心的敬拜，同心的相听，互咱教会成做一间充满主的快乐、主荣耀同在的教会，也成做一间传扬主拯救大好消息。领受主丰盛生命的教会，让同心为着你所听福强教会开声来祈祷。最后，所感谢你，你灵来充满伫阮的福强教会。最后，所感谢你，你灵来充满伫阮中间，做阮的教会成做一间荣耀的教会，做你来改变阮的情况。最后，所求主你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阮同心来敬拜你，我来相听，阮的教会成做你各我快乐。最后，所求主你帮助阮，求主来阮的面前来敬拜你。最后，所感谢你，最后，所感谢你。主，今日是你得胜的日子，主你已经赢过死亡的关系咯。主啊，所你为阮带来各外的愿望甲快乐，主伫阮生命中间求主你来改变阮，我用新的生命来荣耀主你的名，要透过阮所听的福强教会，阮同心敬拜，同心彼此相听。主你灵要充满伫这个教会中间，当你灵充满的时阵，你的快乐，你的医治。你的话语，你的安慰，要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最后，所求你的灵来充满阮，我用谦卑的心，用渴慕的灵来敬拜你。感谢阿乐，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咱个起立来唱这首个诗歌，耶稣因你性命，阮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阮来敬拜。来保守咱台湾安全，来复兴咱的台湾，让咱台湾成做主欢喜的宝岛，啊，保守咱全世界伫战争中间，求主的灵来充满伫战争的所在，和安慰医治和平临到这个所在。咱开声为了台湾，为了国际来祈祷。最后，所感谢你的灵来充满伫阮的台湾，最后所你的灵来充满伫台湾中间，最后所感谢你，主的灵来充满伫阮，最后求主你多谢你，感谢你，最后所谢谢赞美，最后所。
求你灵来充满伫咱台湾，愿受你保守，受你的看顾。阮知影做你灵要充满伫中间，做了人民受着战争伤害这国家，做你来充满伫因的身上，来帮咱和平。主啊，双感谢你，主啊，所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互阮的灵力力量。主啊，双要宣告，主你是你是阮的主，你是全世界主。我一届来笑。耶稣是主，耶稣是全世界的主，求主你灵来保守咱的台湾，到这世界，互主耶稣的灵来充满伫教会中间。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主啊，双感谢到你，你灵要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充满伫国际中间，充满每一个敬拜的所在。主，我们用心来迎接你的救恩，做每一个阮的敬拜，求主你充满我较无灵来学乐你。主，阮是何等的稳定，一定领受主你的疼痛；何等稳定，一定领受你的救恩。感谢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用尽心的心，放好伫你面前，为我心梦，互我看见，勇敢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把你来的温柔甜蜜，何等稳定。请咱兄弟姊妹为着咱今日礼拜来祈祷，透过咱的家己的敬拜，透过咱圣歌队的献诗，透过牧师的讲道，透过今日要所说的兄弟姊妹因的生命的改变和祝福，互咱的敬爱敬拜，将这个一个芳芳的字、芳芳的祭，献伫上帝面前，咱开声来为着今日礼拜来祈祷。愿主的荣耀，愿主的权能充满伫咱今日敬拜中间，咱开声来祈祷。主要说感谢你，你灵要充满伫阮的中间。主要说求主你保守保护阮的平静。主你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主你公平掌管，主要说求主你们。今天让我们遇见你有所造，我受捆绑；你有所造，我因
一切担当。你有所造，我心内必想你的名，看你大大。主要说你塑造我所有捆绑，你有所造，让心来敬拜主。主我所有一切担当，你来来塑造。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你胜过死亡的日子。原来你那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来赞美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哈利路亚！欢喜的日子，我们来赞美你。在这伟大的那一天，从死亡中你拯救了。死亡用我的生命来帮助耶稣，他活着，他活着。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哈利路亚！当我站在你面前，我终于完全的自由。我属你，耶稣，你属我。赐我主平安喜乐，在世上痛苦将过去。来帮助耶稣，他活着，他活着。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哦，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作为。拯救我，哦，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生命，耶稣，哦，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作为。
变哦，Happy Day，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哦，Happy Day，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永远不再一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耶稣，你赏赐永活的盼望在我们中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阻险，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不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赐来彰显，吸引我领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盼望。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洗净永在身，将被子高天，背负我罪，担我羞愧。借十架宣告我已得赦免，往往指望将我拣选，用美的救主，我愿用属你，主耶稣用我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洗净永在身，将被子高天，背负我罪，担我羞愧。借十架宣告我已得赦免，往往指望将我拣选，用美的救主，我愿用属你，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
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不盼望，主耶稣永不盼望，主耶稣永不盼望。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得胜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亲爱的天父上帝，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阿门，这是主耶稣复活、战胜死亡的日子。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做受恩的儿女一起聚集在这边，要用诗歌赞美你，要赞美主耶稣救赎的大能。感谢你，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在主复活的日子献上感恩，献上赞美。阿门，这是做主儿女何等大的荣耀！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过活节时，会当将娱乐、感恩摆在你的面前。今仔日，我们要通过圣歌队美好的歌声，助我们来娱乐敬拜。我也要通过主你的话来得到学习甲勉励。我更加要通过洗礼甲圣餐来见证主你的救恩，是予所有每一个人的。感谢你，互阮伫遮三甲同心敬拜，愿圣神甲阮同在，互阮的敬拜归荣光伫你。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用台语也是国语，咱做伙来祈祷。愿阮伫天的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成，地里亲像天里。阮的一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你错阮一个字，就叫阮脱离内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这个给，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咱大声哈，甲咱隔壁请安，讲过活节是得胜的日，来甲大家请安一下。复活节是得胜的日子。真感谢主哈！咱煞接所有的这个敬拜，下咧听师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请安甲说明。这同工也要准备哈。头一个是咱今仔日是过活节，咱特别圣歌队有准备专本这个过活节的清唱曲，佮配合乐团，要带咱同心来敬拜。所以咱一面听，咱安静哈，因为有录音录影。然后咱来看音幕内面有所有的歌词，甲人诵哈。第二阶段是领受主的话、圣经的话，做咱大家每一人的勉励甲学习。第三阶段咱感谢主，咱有10几位的兄弟要来受洗礼，有10多位弟兄姐妹还有儿童要来受洗，将荣耀归给神，也要一起领受圣餐。借着圣餐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接下以下的流程，谢谢。这时阵，咱三甲来启文第6篇，启文第6篇，我来读，会众来引。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看好。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是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你是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
因为你未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这条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差派你独生囝儿耶稣基督，为着阮正人类的罪，牺牲性命，顶世界流出宝血，对死里告我，迄空梦就是告我的记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已经赢过死亡的权势。求主你来赦免阮一切的罪，赐予阮有勇气甲气力，我要举起家己的十字架，阮也要将过我的愿望，甲圣洁的性命，来到主你的宝座前。主啊，你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主耶稣你的告我，阮要搁行行黑暗甲绝望。因为主你的告我，互阮会当时时刻刻有主你来同行。因为主你的告我，互阮伫绝望的时有主你来扶持；当黑暗来临的时，有主你的同在。主啊，求你帮助阮，将告我的好消息来宣扬，互人知，互较侪人。因为来认捌上帝，认捌主，互因的性命得到顶头生，互因的性命无搁再为着家己来活，是要为着告我的主来活。主啊，你讲，老人伫基督内，伊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拢要变成新的。主啊！只要阮心内相信，阮嘴里承认，主啊，你就要将大大的恩典赏赐予阮。主啊，伫今日受洗兄弟姊妹，因脚无真理，因要用坚定的信心，要伫众人的面前来承认主，你是因生命中唯一的救主。求主你来大大祝福予因。将因的亲人、家庭来仰望上帝你，伫因的生命当中，求主来掌权作王，互因有属天的恩典，行伫平安的道路中。主，你受的刑罚，互阮得到平安；你受的鞭挞，互阮得到医治。求主你保守阮的兄弟姊妹。有好的身体、事业兴盛、活泼喜乐的心灵，有好的人际关系，也有诚实的信仰甲灵命。特别为着阮病痛的躯体，我们靠着主大大的信心甲愿望，求主你来医治。主啊，阮也要将阮今日过偌济的赞美礼拜、洗礼、圣餐。对头到尾，恭敬摆在主你的面前，求你圣神降临，充满伫会场每一个角落，甲兄弟姊妹的心上。我们将一切荣耀、恶乐拢归于你。阮的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过我耶稣的名。阿免。阿免。即条咱请圣乐队来学乐。
耶路撒冷城的街路中，充满欢喜跳跳的气氛。迄时是半过节，百姓对远远的所在来到这要过节，总是即摆的半过节，甲以前的无相款，因为耶稣这位证人听候久久的比赛啊，在骑驴仔进入圣城，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的惨语。证人出快乐的声话讲：何塞那归你大笔的后裔，奉主的名来的，应该得到呵乐。何塞那归你至权。耶稣应显入城了后，当何塞那的话声渐渐消失的时，耶稣拨出时间，
伫圣殿的所在，伫启示自执的百姓，有关信仰甲人生的代志。虽然有侪人听入去伫心里，佮相信伊所讲的道理，总是有缘有人伫怀疑，质问有关伊的权柄甲伊所驾驶的。呾是无假节的头一日，就是遵守寒过节的日子。耶稣叫彼得甲约翰去到一个人的厝，伫遐备办互伊甲伊的门徒通自集庆祝，迄是上尊重的传统。时辰到的时，因自集伫迄个厝的顶楼三角座，伫享受圣的宴席。食饱了后，耶稣对学生讲：“伫我受难以前，我非常渴望要甲恁食即个盘过节的宴席。我实实甲恁讲，我袂阁再甲恁啉食，直到即个晚餐应验伫上帝的国。”煞接，耶稣阁摕饼，掰破互学生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然后，伊阁捧起杯祝谢，将杯分互门徒讲：“恁拢着啉即个杯，因为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着恁，为着赦罪所流的血，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寒过节的宴席了后，耶稣对伊的学生讲起特别来到的日子，甲因所谓面对的挑战。伊讲明，因要怎样应验先知的参语，就是虽然因捌表明因坚定的信心，因有缘为道想无要入伊。伊甲因保证讲，着信上帝，佮确信伫我。我打要去为恁备办一个所在，总是我会倒转来带恁去甲我三角大。伊应允因讲，伫伊的肉体无甲因伫地时，上帝的差遣保惠师就是圣神伫因中间。佮讲，我将平安留互恁，将我的平安赏赐恁。
恁的心无伫白白，也无伫惊吓。经过这个真亲密的分享了后，因去到一个安静通祈祷的所在，就是克西马尼园。伫即日，当侪人拢在回想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中上重要的经验，就是半过节的时，耶稣确实完全将上帝伫伊心中的计划放伫心中，就是要互伊为着救赎世间人，诚侪牺牲受害的羊羔的大计划。我
忽然间，迄个偏僻、安静祈祷的会堂，受到规定愤怒喊话的群众破坏了。有耶稣12个学生中间的犹大，带了祭司头、圣殿的守卫官、长老，甲侪仆民来抓耶稣，将伊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伫遐，耶稣受到因人，因阁用假的见证来审判伊。伊徛伫经学士甲祭司头的面前，受到因用各种的罪名控告，想要将即位充满先知英雄力的耶稣夺去。遐个动机无单纯的宗教领袖，最后真正达到因的计谋啦，就是将迄位受称作弥赛亚的耶稣基督判了顶12架的死刑。一位降世要用疼来服侍世间人的耶稣，但受到充满怨愤的仆民宣判死刑。伫即日，以赛亚的惨语应验了，伊受看轻，互人放杀，受侪苦难，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互咱得到平安；伊受逼迫，互咱得到医好。这些
耶稣被带到一个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骷髅地。他被钉十字架，放在2个罪犯中间，忍受群众的羞辱和痛苦。他的控告者甚至在他最后的时刻还侮辱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吧。”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啊！甚至到了最后的时刻，耶稣也反映出他生命的特质，就是爱世人。他为控告者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甚至赦免和他同钉死的其中一位罪犯，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最后，耶稣喊着：“成了！”气就断了。在千江时。
伫无几日前，耶稣捌讲这话：当我对地受举起，我会带侪人到我的面前。伊所讲的话，就是伫大声互因知。到迄时，伊要受钉伫十字架顶，来为着世间人的罪受死。耶稣断开的时，黑暗罩满全地面，圣殿的长篱也对顶面到下面，离做两边，地大震动，石盘壁立。总是伫新约中的新约，就是遐个妖异毋信伊的人，伫迄时真做信伊的人，甚至一位伫十字架进前的罗马百夫长做见证讲，这人真正是上帝的囝。阿里马太的约瑟是一位真有地位、阁有公义的议员。伊比勒多请求安葬耶稣的身尸，伊要犹地步，将耶稣的身尸包起来，下伫岩石所插的墓内，然后伊搁一块大石将墓的入口封起来。人若为着伊的朋友放杀性命，听无比这个较大的。
安息日了后，7日的头一日，天曝光的时，外大粒的玛利亚甲另外一位玛利亚去探望地。伫遐地大顶东有一位主的天使对天降临，伊到伫梦前，将大石割开，坐伫顶面。伊的面貌亲像四人灿烂光明，佮伊的衫白亲像雪。天使对妇人人讲：无得惊，因为我知恁在找互人定十字架的耶稣，伊无伫遮。亲像伊所讲的，伊已经过活，恁着赶紧去保护伊的学生知，伊已经对死过活啦。耶稣已经过活啦。加略山的十字架，表明了神何等愿意用他的爱触及世界，也表明了主耶稣何等愿意为世人的救赎而来。耶稣清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作为人的样式，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为了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永活的神，伟大真神。这是耶稣，神的圣洁羔羊，
这是加略山的爱。热烈掌声，赞美主，将荣耀归给上帝。主耶稣复活了。
我们第一个阶段由圣歌队献唱加略山的爱，我们要分3个小段来感谢，也为他们鼓励哈。首先，我们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圣歌队员美好的歌声来赞美主，拍手看主，谢谢他们。我要特别介绍我们其中一位第一步来赞声哈，来赞声的老师哈，我们的蔡元珍老师，拍手谢谢他。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小清场啊，所以我们请圣歌队员可以陆续来回到圣歌队席。好，开始。那我们也要介绍我们在这次帮助我们整个献唱非常棒的一个音乐，就是我们的乐团。我要介绍，也是感谢这几位老师。第一个是我们的赖依林老师，举个手，好，谢谢，会谢谢他。苏继宽老师，徐燕青老师，孟怀慈老师，刘子君老师，他们都是在任教专业的乐手。如果我们教会都有这个乐团，我们真的多棒哈！但是他们在这次特别在假日的时候来到我们教会，一起帮助我们整个献唱，真的是感谢他们。不过也要感谢我们好几位我们自己的青年，我要介绍一下哈。来，何信怡何信怡，我们林乡长的女儿。还有一个最年轻的乐手，我们的陈以乐，国小。还有我们的青年谢佩瑜。还有我们的大提琴何信贤。还有我们的木笛的利玉仁，还有我们打鼓的刘桂峰，来这里。当然最感谢的我们圣歌队员他们花了好几个月加班练习。我们希望大家会共鸣，是因为我们要将最美好的歌声奉献给神那我们要感谢非常辛苦的我们的指挥老师，我们高林清老师，来谢谢他。谢谢张老，还有我们辛苦的钢琴的司琴，我们的陈六安姐妹，谢谢。好，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他们，请他们来先回离席谢谢。我们请同工来帮忙帮忙来移动这些位置，谢谢他们请您回座，谢谢。牧师也在这个时候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换场的报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主的话语、读经短讲。之后呢，我们要举行我们的洗礼，还有圣餐然后在洗礼的时候呢，我们要请3个部分的弟兄姐妹预备。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成人洗礼跟信仰告白等一下在开始唱诗歌的时候，就可以到前面有空位坐在前面。那第2个阶段就是要举行这个幼儿的洗礼然后在第1个阶段成人洗礼跟坚信礼信仰告白的时候呢，我们做介绍的时候，我们要拍一张大合照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家长带你的小朋友一直到台上来，一起照一张大合照还有我们这次也要介绍，我们同样是长老教会白白长老教会的兄弟以前这到家，迄个信仰过要讲意思咱嘛要甲伊做介绍这是第3阶段，也要做伙领受圣餐咱来准备，咱甲时间到，咱师会带咱来读圣经，3到分享上帝话。我们一起来恭敬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所要领受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9节。另一处的圣经是记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17节。我们用华语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安息日已过，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买了香料，
要去抹耶稣的身体。星期天一清早，太阳刚出来，他们就在坟地去。在路上，他们心里盘算着，有谁能帮我们把门滚开呢？因为它是一块大石头。可是他们抬头一看，石头已经给滚开了。他们走进墓穴，看见一个青年人坐在右边，身上穿着白色的长袍。他们都很惊慌。那青年说：“不用惊慌，我知道你们在那被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看，这是他们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快去告诉他门徒，尤其是彼得说，你要先知加利利去那里，你们可以听见，正像他告诉过你们的。他们又惊讶又恐惧，立刻逃离墓穴，飞奔而去。他们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们害怕。星期天早晨，耶稣复活，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曾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既然我们所传的信息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你们当中有人说没有人死复活的事呢？要是没有复活的事，那等于说基督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没有什么好传的了，也没有什么好信的。这样，我们显然在地上，因为我们见证说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真的没有使人复活的事，上帝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使人若没有复活，那等于说基督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就幻想你们仍然迷失在罪中。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这时候我们请牧师来证道。他的证道是复活大能，拯救大爱。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用诗歌敬拜神，也用上帝的话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愿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因你无限的听，阮照着主耶稣基督告我，看见一个全新的拯救、全新的恩典、全新的听。这个听是所有凡相信主耶稣救恩的人，拢要得到。阮今日也要做伙甲主同齐道，来见证这个救恩，见证主的告我。愿主你的话诚侪阮的快乐甲帮助。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阿门。牧师在想说，我们联合礼拜最困扰的不是你们，是牧师。因为我们不能同时发2个声音了没有2个嘴巴要请翻译又会浪费时间但是我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咱听台语的定咧听新闻、听华语，你拢听有啦。但是我们在听华语的、听国语的，可能台语听不大清楚，特别是有关圣经的专有名词所以牧师比较用我们的华语通用的华语来分享，也愿能够让很快掌握住这个信息，牧师要分享的好，我们要直接进入主题。主耶稣复活的奥秘，透过刚刚我们读了2段经文，我们一个简要的做一个复习。第一个就是也会叫做莫大拉的玛利亚，跟2位妇女都是姐妹不管男生在哪边反正就是姐妹，她不怕死，因为有兵丁在固守那个坟墓。从我们的节期礼拜5的下午，耶稣安息了，过世了。
刚刚我们看读的那个朗诵，还有我们圣歌队唱的诗歌，在提起说，有位爱主的弟兄，将他的坟墓让给了耶稣，然后就将耶稣埋葬了。在中东那个地方，他们不是用土葬，他们是要洞一个石洞，把遗体放进去，人还可以进去。那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进去？那尸体不会产生腐化嘛？会产生那个不好的味道？没有，他们用乳香跟没药，那尸体就包了一层一层的白的麻布，然后他们用乳香没药把它敷在上面，其实就有一点像埃及的木乃伊一样。好，这3个妇女就是为了这个动作，要进去为耶稣来抹这个香油或是没药，是为了表示他们的崇敬。但是碰到那个石头很大，一定要有男生才能够移动的它，也没有什么器具。那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礼拜天清晨的那个时刻。他说，看见白袍的青年向他们宣告：不是要来抹尸体，是这个尸体已经复活了。那是多么惊讶、惊天动地的事！所以圣经就这样记载说，穿白袍的青年宣告说：不用惊慌，我知道你们在找那位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看，这是他安放的地方。等于这白袍的青年，我们知道别的地方写天使的，天使告诉这个妇女说：你们不用在这边找了，这个死人不在这里，那个洞、那个坟墓空了，他复活了，而且还见证说躺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故事，我们看说，有人把他遗体移走，事情就解决了，或是那个谎言就发生了。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记载说，当时的罗马兵丁，当时的执政者知道说，耶稣老早就讲他3天后要复活，所以他们就要防守这个事情发生，所以特别派兵丁来防守，也就是说不要让这个事情真的产生事实，或者有人偷偷把遗体移走。好，那这个故事，我们刚刚在朗诵听到，我们唱诗歌听到，还有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听到，牧师要简要的说，这段经文的描述就是这位年轻人告诉妇女说：“你们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这个事情已经成了。”然后在马可福音16章第9节，增加了一个结语，意思说以前的经文有一段，这段是没有在的，但是在其中的资料又发现了，这段经文就把后面的一个结论放在这边。他说：“凡耶稣所吩咐的，他们简洁地告诉彼得和他周围的人。这些事以后，耶稣亲自借着他的门徒，怎么样？从东到西，把那神圣不朽、永远拯救的福音传出去。阿门。”这是马可福音的结尾有的这个马可福音的有很多学者不同的段落，有不同的一个好像残片，就是以留下来的那些资料慢慢把它整理成一个阶段。等于说，这段话是后来加上去的，是要见证说主耶稣复活，那不是一个谎言，也不是一个传说，而是耶稣的能力借着这些门徒把这个神圣不朽永远的福音传出去了。那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理由。我们现在教会在见证，我们今天复活节在庆祝主耶稣的复活，一直在见证，在做见证，讲耶稣救我，这是真的，这是确实带来恩典和能力的。咱看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17节的教导这段经文呢，好像有点像在那个重复的话，一直重复其实简单两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没有什么好传的，也没有什么好信的。
换句话说，耶稣曾经叱咤风云，耶稣曾经在巴勒斯坦兴起了一片风浪。但是如果他没复活，顶多就是一个伟人嘛，顶多是一个名嘴嘛，顶多是一个会行神迹奇事的人。这些人在古代也很多啊，不差耶稣一个。所以有人把耶稣称为是先知，或是拉比，或是先生。所以保罗一直在强调说，好，耶稣不管讲什么好听的话很造就人的话，非常让人家有启发的话，都很棒。但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这些都是多余的，或者说只是历史的一个故事。所以他又强调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就是幻想，你们仍然在罪中。重点在这里，等于什么事都没改变，只是看见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人物在历史上出现，好像一颗星一样，但是又消失了。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确信说，我们能够接受耶稣死的宗教吗？就是说耶稣死的没有再复活，他把留下了美好的教导，很多故事很棒，大家一直流传，但是他没有活，这个宗教就不大让我们能够接受，因为它只不过是其他的教导之一了。所以重点在这里，牧师今天要重复这一个重点，就是说基督的复活不是一种教义，不是一种流传下来的好像告诉我们基督教就是这么做，好像什么大师留下来的一个教导，而是一位生命的主所留下来的。我引用一个西方的学者教师，叫做史卫伯他应该是 Wilbur Smith， 他是一个学者，他用这个话来告诉我们一个辩证。他说，耶稣的复活与否是信仰基督真为最大的考验。若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就是最大神迹。因为这个事情在人看来没有那个可能性，但是现在很多科学很多的新的一个发现说越有科学的辩证的，越能够见证圣经的真实。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好，那你是认为耶稣没有复活，所以这个信仰是最大的考验，是最大的骗局，而且是骗了2000年不是2天、2个月、2年，是2000年，那还得了？这个谎言太厉害了吧？所以就是神迹，是神迹才能让这个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史卫伯已经过世了。那他又继续说，耶稣上耶路撒冷预言自己的死并不稀奇，但是能在几个礼拜前或是几个月前将细节说出来，那就十分的奇妙，而且还包括旧约的预言嘛。但是等到他说人子将被杀，第3日要复活，那就太奥妙了。预言自己的死，有可能自己制造的但是3天要复活，而且还没发生之前就这样子预言，那就太奇妙了。因为他在辩证说，一个人若希望门徒忠心跟随他，就不会只是说，好像把自己的负面的先讲出来嘛，就笨的人才会这么讲，才会冒险。除非他相信这件事情必定发生，这个事情必然发生，所以他是上帝的儿子，有这个权柄跟能耐，他是掌握在自己的力量手中，上帝的手中，是死与复活都在他的掌握当中。所以耶稣说是没有复活，门徒早就吓跑了，教会没有办法建立，这个谎言更不可能持续2000年，而且更不用说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信人愈来愈多啦，无人讲牧师你讲的我发现无影啦，我无爱信啦，无安尼，是愈信愈多，因为耶稣过我的新约，伊用无同款的方式继续伫咱兄弟姊妹、伫咱的信的百姓中间的发生。那么用一个咱听较有的这个话来讲，就是讲耶稣基督过我迄个大能力，得互一个人对理智较有信心，得行新约，
让病人得到医治，替予一个失败的人重新再起，是一个忧伤的人得到安慰。这个溃烂，耶稣基督国外溃烂，要过的继续。那更大的一个决定性的能力是什么呢？今日世界所有人都有那种恐惧、忧虑，知道说好像这个世界被某种势力控制着，最无法克服就是死亡嘛，对不对？那有些人更常常心中有忧愁、忧虑，说啊，惊去这个去刷掉，啊去去卡掉，啊头前唔知什么运道安怎自己没有办法把握，常常被这些世界的这些黑暗的势力掌管着。但是主耶稣的复活，他克服了死亡，所以也包括所有一切世界的恶势力都在他的权下被控制、被打败。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特权是，你能够脱离这一些世俗的捆绑，因为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好怕的？死亡不再是我们的阴影，而是我们的荣耀，因为主耶稣也经历过死亡，然后他复活到天上。我们所有信他的人，每一个人都要领受这样最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刚才讲说，这个辩证反对他的当权派人很多啊，只要指出耶稣的尸首，反正把它保管好，对不对？把它保管好，派重兵驻守，这个骗局就可以拆穿了。那你要再传承耶稣复活，那等于是不攻自破。但没有，因为这个是事实。有一位法国的哲学家，他很早就过世，叫西蒙纳维伊哈。他讲一个有一点类似反复的话，反面的话，他说：“福音若删去所有与基督复活的相关记载，我将更容易接受这个信仰。”他是一个反面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讲耶稣复活，哇，耶稣讲的那些道理、那些预言、那些故事哈，那些非常发人深省的语言，就很像很棒的老师啊，不是历史上任何的一个伟人啊。他的讲意思就是说，但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复活，才能让耶稣的美好的教导成为一个活的信仰。这个是西蒙纳维伊哈。所以有人说，信仰基督之存亡建立在复活之上。如果能够否定耶稣复活，就可以否定基督教。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咱基督徒上重要的这一句就是耶稣救我。这个救我是因为你的生命、你的活命、你的救恩、你的祝福，皆连伫耶稣救我。所以世间人互上帝所调，唔是要相信干那迄个教义，也是哲学那定，是要认捌这位对死救我的耶稣，照着伊的疼甲牺牲。主耶稣是这个荣耀的救我，是一个至大恩典的拯救，甲伊的大疼痛来到你咱中间。所以照着伊的疼甲牺牲，互咱世间人会当进入永恒的上帝国。我们再回顾主耶稣，他曾经在世的时候，曾经使拉撒路来复活，然后他就这样清楚的宣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经历过这些受难的路程，他就这样宣告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吧？预备，绿色的这个部分，来，我就是父，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要活着信我，一定。你信这一切吗？马大回答：主啊，是的，我信你就是要到世上来的基督，是上帝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美好的恩典，让我们今天用喜乐恩典的歌声来赞美主的复活，也让我们从圣经再一次确信，主你的救恩是世世代代每一个人都能领受的，因为这个复活的能力是永远存在的，没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能阻挡，是因为神将这个最美好的救恩呈现给每一个信他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将这个美好的救恩的消息
用我们最大的智慧跟能力，传扬给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让我们一起跟别人领受这个最美好的恩典跟祝福。我们要一起为新朋友来洗礼，也要一起领受圣餐。求你带领我们下美好祝福的时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欢庆的时刻啦。我们要举行洗礼，我们要请几位我们的那个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我先讲一下这个流程哈。第一个，我们要唱《你爱永不变》。在开始唱歌的时候，我们要请这几位要受洗以及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然后走到前面来，就在圣餐桌的前面哈。我们也请长老来协助来安排他们的次序。我们成人洗礼有洪维敦、林义良、陈佑杰、沈恩莹4位。我们的信仰告白有6位：沈承喜、谢淑芳、林明瑞、王子君、林淑英、吴晶景。我们在唱2次之后，我们请站到前面来。我们请洪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有麦克风一起来。我们的敬拜团协助哈，一起来。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你爱的宝贵，献上直至永追随。我生命的起源，我生命或是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的血，我的砖，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从这地方，你爱永不变，站到前面来好了，站到前面来，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还有洗礼水在那边。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没问题，我们等一下叫名字就可以哈，没关系，没关系。感谢主，在这边呢，有11个弟兄姐妹要受洗跟来做信仰告白哈。那我们请同工将这个誓约词来展现出来，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这样子哈。等一下你们一起回答，同声回答就好。如果不清楚可以看那个荧幕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请注意听耶稣所设立洗礼的教训。他这样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现在你们站在圣殿的前面，就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奉他名受洗一样。今日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若真实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成为你们罪得赦免的记号以及印证，又表明圣灵从
圣灵得生跟基督连结在一起。我们当中有4位要做成人洗礼，有6位已经在别的地方受洗，然后他们要加入富强教会。我们也同样请他们做信仰告白。以下有3个问答，请你们一起来回答。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相信。好，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感谢主。我们现在要为这4位来做洗礼，我们请同工来预备。来，我们第一位要请我们的洪维敦姐妹你站到前面就可以站到前面。她有没有纸？谢牧师有纸可以。等一下，他们用站着就好，他用站着。洪维敦，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义良，你可以站到上面来，从那边上来，好。可以跪一下，跪这边没关系，对，好，跪着。你低头就可以，林义良，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我们请佑杰，好沈任营来这旁边准备哈。蹲下，来，好，慢慢来，好。陈佑杰，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们。请起立，好，慢慢来，慢慢走下来。恩莹，好，慢慢来，给他扶一下。OK。沈恩莹，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请起立。慢慢来，好，慢慢来，一张给我，是不是一张纸给我？来，我们回到原来的位置，哈，谢谢。好，回到原来的位置，谢谢。感谢主。好，牧师这个时候要来做宣告。愿平安的上帝使你们全然成圣，有愿你们灵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现在，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以及坚信信仰告白。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葬会员，有父女主的宴席以及新约的恩典。一起来祷告。谢父神，我们奉你名来祝福在前面这几位在你面前信仰告白以及洗礼的弟兄姐妹，愿你恩典跟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是神何等大的恩典，特别是他们领受这个救恩，一生要走在神的恩典中，神的祝福当中，也让他们每一位愿你将这个美好的救恩分享更多他的亲朋好友、他的同伴、他的家人。愿神在他们身上显现力量，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委身，帮助他们愿意为主来服侍。奉你名来祝福他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向后转，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吗？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疫情的关系，我们等一下就请长老从前面来给他们多一个招呼了哈。那因为这个有圣餐桌，我们先要请你们再往前走到圣餐桌前面，可以吗？这样介绍比较方便。
来慢慢来哈。好，我按照这个名单，那你们举手，我们请谢牧师来帮忙啊，来送他们的小礼物哈。第一位，洪维敦姐妹，维敦姐妹，好，维敦姐妹在这边。那维敦姐妹呢，她已经慕道很久了哈。维敦姐妹她慕道很久，在这边啊，她女儿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来？今天啊，她女儿已经在教会很久哈，不在我们富强，但是神恩典跟她同在哈，所以她因为住在我们附近，她就慕道，就决定要来这边受洗哈。我们请嘉荣来帮忙可以吗？啊，知道哈，礼物。再来是林义良，义良兄，来，义良弟兄，来，举个手，举个手。啊，义良弟兄呢，就是我们教会哈，我们的玉琪姐哈，还有伟新兄的第三儿子了哈。然后他的另外一半啊，叫做这个孟伟，孟伟有在这边吗？孟伟哈，好，孟伟等一下他要带小朋友来受洗哈。孟伟他也要把会籍迁到这边。我们说除了信仰告白以外，他本身是长老教会受洗，就没有在信仰告白，反而他们被疏忽掉哈，所以要顺便介绍一下。那这些迁籍的也等一下长老都来这边准备要来拍一张照哈。那因为时间关系，牧师简单介绍哦哈。再来是陈佑杰姐妹，佑杰举手一下，好，佑杰好，欢迎。他是受那个慈宝小组的关心哈，那最近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经历，要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他就决志要信主哈。我们希望我们小组继续给他们牧养哈。再来是恩玲姐妹来举手，好，那顺便介绍好了哈。恩玲姐妹就是我们教会从香港他们一家3人哈迁居来这边，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了哈。我们的程喜兄来举手一下，还有我们的淑芳姐哈，淑芳姐感谢主。那再来就是我们要介绍一对夫妻就是我们的明瑞兄跟紫云姐，来欢迎你们。子君还是紫云？对不起，君哈，好，子君哈，明瑞兄跟紫君姐妹哈，他们是从桃园搬回来南部，那就从网络上看到我们富强教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属灵大家庭，所以他们就加入。他们人住在哪边呢？住在中路，我们听过中路不？阿莲乡的中路他们愿意开车来参加礼拜给他们鼓励一下来哈。等一下他们的细汉的儿子小儿子恩豪也要受洗哈。再来就是刚刚还有这个还谁还没？就是吴金景弟兄，来，金景弟兄。是我们生平兄跟一芳姐的大公子哈，来欢迎他哈，来生平兄在那边哈，清景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受洗了，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大陆那边工作最近回到家陪父母亲，所以他就这一次决志要来信仰告白。另外一位也是在我们教会已经10年的林淑英姐妹，来举手一下，淑英姐妹，是我们三营小组对不对？三营小组哈。好，现在呢都介绍完了，我们请长老来，也包括有这几位迁籍的也一起出来好了。来，我们欢迎我们的侯守文、桂若珍、郭信恩、孟伟，还有苏新婉都来到前面来，可以吗？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请引导他们到上面来一起拍照，然后跟他们一起请安来。我们请大家都上台来，好不好？好。这个物件，这给你看。但是我要拿东西，来，我们一起上来。还有我们所有受洗的小朋友一起来，要受洗的小朋友的家长一起来照相。我来再做一个介绍哈，我们同样是长老会受洗哈，那要迁籍到我们中间的侯守文来举手一下，守文兄哈。再来是若珍姐妹，信恩在哪边？信恩在这边哈。我们的信恩是一位中医师哈。那侯守文兄跟若珍姐他们在做这个房屋的一个中介买卖哈。那我们的孟伟姐妹在这边，你们小朋友可以站前面了，抱小朋友的到前面来。我们几位在上面一格好吗？
因为给小朋友抱小朋友的到前面来，抱小朋友的到前面来，对对对对。还有是苏新婉，新婉在这边哈，新婉是我们的是终结小组对不对？好，谢谢。哇，那顺便介绍好了，来，我们看到这边一个最漂亮的家庭有没有？啊，我们的陈鑫在哪边？还有陈元，还有陈浩，啊，妈妈是我们恩惠是不是？恩惠姐啊，爸爸是 Joe， 是从奈及利亚来的，特别在复活节一起哈，一起要受洗哈。那再来介绍一下，是我们的林恩豪小朋友，英伦小朋友呢，好在那边哈，刚刚有介绍了，是我们的明瑞兄的儿子哈，胡诚心在哪边啊？诚心是哲豪执事，啊，他们夫妇的儿子哈。再来是林香玲啊，是我们义良兄还有孟伟的小女儿哈。啊，再来还有哪一位？对，我们的洪奇月呢？小朋友啊，在这里哎，啊，奇月在这边哈，来奇月小朋友，那感谢主哈啊，他们一共有7个小朋友，那我们先照一张相好了哈，照一张。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在小儿洗礼哦，我站这边就可以。好，来，我们请照一张相，马上哈，好。好，因为现在好像不能脱口罩，好，我们慢慢下来哈，慢慢下来。我们小朋友准备要来啊做小儿洗礼哈，我们请小朋友预备，慢慢下来啊，小心慢慢下来。我们请敬拜团准备，我们来唱这首《上天父的花园》，好不好？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阿伯啊，有送啊，都有送啊。对，站前面对，好。请家长带小朋友来，这个现在也在里面，不要紧，大家都刷里头啊。微风轻飘逸，让天空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愿你细细呵护，不让你伤心。孟伟也过来，孟伟可以过来啊，孟伟。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好，感谢主哈，这首诗歌很适合小朋友哈。那我们高兴有7位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在带他们小朋友到前面来，那要在主面前来誓约，愿神将恩典赐给他们哈。那圣经有记载说，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看了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祝福。所以这些小朋友虽然现在还年幼，但是父母亲愿意用神的话语、神的恩典来陪伴他们成长，所以要由父母代表来誓约。请我们秀出我们的誓约词，有没有？好，请你们一起回答哈，说相信、愿意就可以哈。好，各位父母，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相信。你们要依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跟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幼儿，以祈祷及好行为来养育他们，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能遵照上帝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要为小朋友来施洗哈，那我们请满族长老要来帮助哈。啊，他们名牌都有让牧师看到，我就念名字才不会念错了哈。好，第一位哈，这位是香菱，好，可爱的香菱，好，靠近一点，这样才用面子准备
冷冷的，没有弄热的，没有弄热水。林香玲，我用水给你施洗，奉靠主、父、子、圣灵的名，归于神恩典的名下，阿门。这个没有热的，就是要用热的，没有热的。来，我们的恩好，没关系，没关系，一点点就好。林恩好，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这位是诚心，胡诚心，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好，启月，洪启新月，对不起，洪新月，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好，再来是3位可爱的小朋友哈。陈浩啊，陈浩是最小的哈。陈浩，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再来这位是我们的陈元，好，陈元，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好可爱的头发哈，这个水要多一点才滴得下去。好，很漂亮，谢谢。来，诚心，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好，拍手，谢谢。好，牧师要来做宣告哈，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些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培参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些幼儿的父母亲和会众来亲自做见证，并分担责任来养育他们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你。我们一起来祝福祷告。天父神，感谢你看到这一群可爱的幼儿是神所特别赏赐的礼物，在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身上。主啊，你的恩典临到他们。藉由今天的受洗，不只是父母亲坚定他们的信仰，也让这群小孩子在主的恩典之下，慢慢平安、健康、有智慧成长，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避免一切的诱惑，以及其他的为难，让神的恩典让他们平安、健康成长，让他们成为神所爱的儿女，也在社会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也求你赐福这些父母，他们在辛苦养育的时候，有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跟他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请向后转好吗？向后转啊！我们就请同工要上小礼物哈。刚刚有的还没有送礼物的过来好不好？刚刚大人还有人说没有送到礼物，对不起。来，先小儿先送礼。因为刚刚已经介绍完，我们就先请他们送礼物哈，好，给他们祝福一下哈，好。哇，今天大热闹，太热闹了哈！刚刚成人洗礼、洗礼或是那些坚信礼，还有新人介绍，有没有谁没有送到礼物的？可以叫他到前面来，好不好？好，补送礼物给他哈，谢谢。好，刚刚也已经拍照完哈，还有谁都完成了哈？我们再次祝福这一群可爱的小朋友跟家长，拍手，谢谢。好，我们请他们回座，请同工还有长老预备，我们要来举行圣餐，也请同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圣餐的诗歌哈，请开始预备。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
我们有优米的那个圣餐放在里面，好，然后旁盖在晚上。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你之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在受难周的时候，在最后的晚餐设立了这个美好的圣餐的记号，就要让我们一再的纪念他永恒的救赎。这些救赎是临到每一位愿意相信他复活所赐的恩典。愿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祝福。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饼来祝谢，所以我们奉他的名一起用这样的方式来感谢上帝。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爱我们，赐下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牺牲。他的肉体，他的宝血为我们而舍。我们这个时候要借由这个圣餐来纪念主耶稣的受苦，以及他荣耀的复活。这复活的恩典是要赏赐给每一位相信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这样子看见神的祝福跟恩典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借着这个圣餐能够有属灵的培育，也在你的恩典中成长。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今天我们是用这个2合1环保的圣餐，所以我们要请长老来发这个圣餐，就是有饼跟杯都一起。那凡是受洗、已经受洗或是刚刚坚信礼、信仰告白都可以领受。那我们现在请小会员来发这个圣餐。谢谢，谢谢。我们拿到圣餐的时候，一起祷告，献上感恩，祈求愿神的祝福临到你。就像刚刚牧师所说，那个耶稣基督国外开力，透过圣餐要显明在你的心中，求主的拯救。主的安慰，主的医治，主的平安，主的祝福，透过圣餐，让你得到，是要让遐凡那信的人拢要得到。要不要一起这个？一起发？哎，对，来，看这个在做饭。够吗？哦，较紧滚了啊。那有人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加一个同工可以帮忙哈。啊，因为人比较多，我们就举手一下，谁还没拿到哈？那还没受洗没有领受没关系哈，还没受洗我们就观礼就可以哈。那第一次用这个环保这个圣餐的，请你稍微上面有一层透明的薄膜，先把它敲开，第一层就好哦，第二层会有果汁会露出来哈。第一层先把它剥开，那块饼可以拿出来。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用饼之后，主耶稣也拿起杯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那我们等一下，牧师邀请大家一起用饼的时候，我们再把口罩稍微拉一下哈，放进去，然后再接下去就一起喝这个杯哈。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请有的可能是主日学老师哈，不知道有没有他们可以到这边来，或者有人可以留一部分给他们一起另外领受也没问题哈，没关系。等一下我们请主日学老师，如果还没有领圣餐，也可以会后再一起领，这样可以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谁还没领到，举个手，比较方便看得见你哈。特别在服侍的同工，或者在比较角落的地方。感谢主哈。楼上还有没有谁没领到？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要喝的时候，又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再问一下，有没有谁没有领到的，可以补给你。好，我们这个时候请大家翻开这个透明薄膜，把饼拿出来，我们拿在手上。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把第二层的铝箔的撕开，轻轻的撕开。各位弟兄姐妹，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感恩。现在天父上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一起庆祝颂赞主耶稣的复活，因为这个复活的能力、大能跟爱，一直在我们人世间，你的恩典一直持续。我们借着这个圣餐来领受这样的祝福。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我们愿意接受，我们要纪念主的救赎，让我们一生活在恩典中，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用祷告领受神的能力跟祝福，也让我们天天活在神的恩典中，活在主复活的力量中。愿今天的圣餐圣礼点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准备做奉献，牧师简单说明一下。那奉献是基督徒为了表示感恩的奉献，所以我们今天有主日奉献，就是一般的奉献。那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预备，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叫做圣餐奉献。那圣餐奉献是我们领受圣餐，感受到神的爱，我们要另外用周报里面夹了一个奉献袋放在里面，但是等于是把它分开的意思，然后一起放到我们这个执事的奉献袋。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圣餐现金，要关心弱势者、关心弱小的教会。那
我们就开始来收奉献，请执事来收奉献。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也请同工来协助来整理这个圣餐桌，谢谢。周末你家都要一把它提过来家里，谢谢。这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来吟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啊，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你所受事。报答我主，阿门。会众请坐。这时阵，咱掀开酒报的后壁面，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读台语的一遍，华语的一遍。伫你查理，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互咱用罪伫迄面即个人会用伊即面对我，对伊的伤痕，恁得到医好。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时，就得以在一生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章24节。咱掀开周报的第2页，会主日的主日敬拜服侍当中，咱家己来注意。我们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今天是复活节赞美礼拜圣餐洗礼，我们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我们的赞美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跟救恩。我们看第3小点，我们礼拜后教会会赠送每位弟兄姐妹一颗彩蛋，复活的彩蛋，共享主耶稣复活的喜悦。我们也感谢以赛亚牧区同工的辛劳。第4小点，小会员于今日
圣餐后，在2楼召开4月份的定期小会。第2、第3、第4，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第5页的第10点5月1日星期日下午2点到3点半，在我们的敬拜中心3楼副堂要举行我们的财务研习会。我们请各小组及教会所有的相关的人员来预备心。我们看第6页，今日复活节本会举行1堂礼拜，所以我们的爱心午餐暂停1次。我们的牧区团契消息，第3，我们耶稣养牧区在4月22礼拜5晚上要举行联合牧区的一个聚会，我们欢迎弟兄姐妹踊跃的来参加，同得造就。关怀代祷，我们常常为着这些记载在上面的事情来纪念祷告。第6页是我们的约定奉献，有出入的来跟我们的会计人员来更正。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非常有耐心了我们今天这个延长礼拜时间，把2堂合并在1堂无论是台语或是华语可能大家都彼此适应，不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合，因为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我做2个部分的报告，第一个部分是有关疫情那各位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一次政府好像没有限制说你们做礼拜不能那么多人，都没有讲也没有什么限制。各位知道什么意思了吗？我想你比牧师清楚，他的防疫目标叫做重症清零，轻症怎么样？管控。换句话说，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为了跟外界的交流，到现在2年多了，现在政府的新策略说，你就是管好自己你自己要自己保重自己保重因为政府无法度人把你封条，叫你袂使去遐，袂使去遐所以呢，我们有3种需要努力的。第一个就是老年人要特别小心，因为怕疫情如果还没有打3剂，那就是要尽量打3剂不然你就是要尽量少接触人群，因为你的感染的机会一样多，只是说会怕影响到我们的重症那第2种是3高的人，身体3高等于是身体比较弱。第3种是我们的小朋友，因为小朋友要不住乌龙虾这些我们等一下小会会开会说我们怎么样应用，因为政府不管你，你要自己管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考虑要不要继续开放饮食？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那小朋友他还没打预防针，是不是有什么管理方式？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那第2个就是邀请大家能够下载这个叫台湾社交距离，是卫福部所开发的软体。换句话说，你的手机里面有这个台湾社交距离，它会通知你说你附近有没有其他感染的人当然是他被发现的才有如果我感染没发现，你也找不到我但是这个很好，可以帮助你，会提醒你说你附近有没有感染的人。我们台南也好几10个那你怎么知道他在你身边呢总之就是要个体的免疫力最重要的，因为他准备类似要流感化的。那我们台湾到底要像上海一样继续关起来，大家连吃的东西都没有，还是要学像韩国就是说没办法大家自己自求多福你要保养你的身体我们准备要开放了把它当成流行感冒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医生不知道牧师讲的有没有稍微偏差，但是我知道政府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期待有可能世界其他国家他们早期就是遇到那么多伤害了伤害过了，大家就比较冷静下来。但是我们台湾保护得很好，现在要开放，我们最怕的是第一个，有人感染你会恐惧；第2个，我旁边的人感染，大家都要被关起来，被限制，这个是我们还没有适应过的。
那这一点，我们请弟兄姐妹真的是要加强防护，特别是你到一群不认识的人当中吃东西啦、欢唱啦，那些很容易感染。那我们尽量在家里自己吃东西，吃那个最健康、最干净的。那记得清消，那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就像流行感冒，谁会感冒不知道？因为大家彼此在交流嘛，那我们为这个事情继续祷告，这个是台湾社交距离很好的一个软体。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请小会员等一下就结束，到2楼来准备开会哈。那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每一个人，如果说你打过3剂的，应该政府都没有限制你，包括旅游什么都不限制了。其他人可能要自我防护哈。就刚刚讲的3种，一种是长辈，第二种是三高的人，第三个是我们的小朋友，那特别要保护，因为没有免疫的状况的时候，这比较危险哈。好，我们今天呢，受洗有很多新朋友来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在手中的单子哈，我们先介绍，就是我们的泽豪的岳父家人、嘉敏的家人，有一共7个人特别来参加小朋友的洗礼，来，我们欢迎他们来哈，从北部来哦哈，很棒，欢迎你们啊，谢谢你们常常来哈，让泽豪跟嘉敏感到哇，他们很温暖呐哈，谢谢你们，好，请坐。来，再来欢迎我们的苏惠美姐妹，苏惠美姐妹在我们当中吗？惠美姐妹，欢迎你。我们清风姐介绍的哈，再来是黄义文姐妹，黄义文姐妹在哪边？好，也在那边，在楼上，来，我们请长老注意一下，在楼上啊哈。好，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我们所谓的亲友团呐哈，有受洗的家人，不知道有没有在这边？请举举手就好，举举手。我们因为没有名单，有没有亲友的家人哈？还有吗？好，新昌长老的家人没有单子，来，新昌长老的家人一起来，欢迎你。20几个哈，变圣歌队席了啦，还请坐，谢谢你们哈。抱歉，单子没有写哈。还有没有其他新朋友？刚刚第一波已经介绍这些老师，音乐老师也是第一次来我们参加哈。感谢主，我们求神让我们教会的聚会会持续，不会受影响大家都很平安、很健康。但是进来都是要严守这些规定，我们就可以平安度过每一天哈。我们就这样子报告到这里。等一下哈，我们出去的时候，向我们的长老执事领一个漂亮的这个复活节蛋复活节蛋一个这个蛋是在庆祝主耶稣降生的记号每一个人领一个哈。回家如果一家5、6颗就可以变那个罗能就对了哈。好，感谢主哈，一起献上感恩，我们来做结束。我们一同起立来唱长春的诗歌，得胜，哈利路亚。可以用台语唱，国语唱都可以哈。科哇哈利路亚，科哇哈利路亚，科哇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嘿，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我们举起手来，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荣耀。咱做来领受上帝恩典和祝福，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跟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我们默祷来避会，愿神祝福恩典跟我们同在。辛苦。没有问题，是脚较麻尔，膝盖较无力。
较细的，我无翕无到，阮等下同你翕一张啦。好，好，你也使甲伊讲刚刚受洗的小家庭啊，小要照相，可以到前面来照相。好，这样子，好，谢谢。这时候我们大家平安。可以请刚才受洗的姐妹们，可以带你们的家人一同到台前来拍合照。愿上帝祝福大家。好，咱的各小组家庭要照相的，到前面来，来一起来，来，你叫人给你翕啊，什么人要给你翕？来，来，我们站中间，站中间，站中间，来，好，好，来，好，你翕一个，来，好来，好来，好，来，我先。